铁链子打上去就开，再看一下，板砖打上去就开，看一下，这是骨头，啥骨头？铁链子板砖都看了，看吗？这啥玩意儿？这不骗人的吗？谁让你看了？这不是俺家刀，这是俺家刀，你拿它看来，你给我弄着，再来点，别动别动别动，你挺大个老爷们儿，砍个骨头，开了，看不是？他认出来，再拿俺家刀过来，其实我一放，这把是砍骨头，这是俺家切片刀，给你拿下子，我给你得高难度的，矿泉水，你打上，俺家刀切水跟玩意儿，看是啥卫生纸来拿刀，有俺刀切卫生纸一把一放，你可不是没把刀下刀呗。切这刀拿下子来，给这个棉衣拿刀切来使劲，压上面去散，切不开吧，扔一边。拿下刀你切棉衣，你就往一搭。我说了，你不是没把刀下刀呗，这刀再拿下子，拿切肉皮来使劲，压上面去散，切不开吧，扔一边。拿刀切肉皮不要用力啊，搭就开，放就开。